近年成日都聽到啲人講食雞蛋係唔會有壞膽固醇嘅，所以咧無論咧佢有冇病啦、身體咩狀況啦，佢都每日食2至3隻蛋。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誤會嚟㗎。大家要知道，雖然咧喺營養界咧已經取消咗膽固醇攝取嘅上限300毫克每一日啦，咁但係即係取消咗上限係唔代表可以無限任食嘅喎。同埋咧嗰個係有個條件限制嘅，食膽固醇唔會影響我哋身體有壞膽固醇嘅條件就係我哋要喺個健康嘅狀態。所以咧，如果係有個肥胖嘅問題啦，或者因為肥胖問題係會有一啲炎症嘅發生嘅喺體內入邊，咁肥胖問題啦，或者係有三高問題啦，有心血管問題啦，或者糖尿病問題嘅朋友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要非常之注意，甚至乎咧要限制翻咧每日係300毫克嘅膽固醇攝取之下嘅喎。如果因為咧健康嘅人咧，點解會對呢個膽固醇嘅食膽固醇冇問題咧？因為身體係會咧自動調節嘅，佢食多咗膽固醇落去，肝臟咧就會減少生產膽固醇。但係咧，如果身體已經係頭先我所講嘅健康問題嘅朋友咧，呢方面佢一個身體調節機能已經係壞咗㗎啦。所以食幾多膽固醇落去咧，身體係會直接影響到壞膽固醇嘅。健康嘅人咧，佢如果唔係長期食好多高膽固醇嘅食物，或者係飽和脂肪嘅食物咧，佢每日都可以食到2隻蛋。咁咧身體有問題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食蛋黃咧，每個星期只能夠最多食3隻蛋黃，蛋白可以食嘅。咁但係如果佢有食其他膽固醇嘅食物，即係包括一啲海產類譬如蝦頭嘅位置啊、蟹膏啊、魷魚啊、墨魚啊呢啲啦，或者係有食雞皮啊，即係皮脂動物嘅皮嘅位置啦，或者係內臟啦、腎啊、豬潤啊、雞潤啊嗰啲啦，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唔可以亂咁食呢個蛋黃嘅喎。係啦，所以一定要計翻嗰個每日攝取量300毫克呢一個限制，幫自己咧唔好再喺呢個壞膽固醇嗰度咧增加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到呢度，我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知識，拜拜。